今日喺街市見到呢啲假三刀，3個半一兩，魚販話好新鮮好抵食，所以就買咗一條返去。話明係假三刀，魚身上邊嗰幾刀當然冇咁明顯啦。將佢洗乾淨，抹乾水，掃少少鹽，然後煎香一啲薑片同埋乾葱頭。煎香之後就將佢撥埋一邊，然後將嗰條魚放入去入邊，唔需要喐佢嘅喎，就咁煎香一面，盡量將魚身都掂到個鑊。煎大約1分鐘左右，就喺鑊邊度蘸少少燒酒，然後撞入一啲熱水。呢條魚比較厚身，所以啲水要比較多少少。冚上個鑊蓋，用中大火煮咗佢5分鐘。5分鐘之後，用筷子篤下條魚，如果篤得入就代表熟㗎啦，咁就可以加入一紮蔥花，煮10秒鐘左右，咁就可以出鍋上碟㗎啦。記得保留返啲湯汁喎，因為啲湯汁先至係精華，鮮甜又有營養。你睇下條魚鰭彈起晒㗎，證明好新鮮。